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用最簡單嘅方法同大家講下 Form 1 Lane 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。相信大家揸車嘅時候應該會見過呢個牌，究竟佢係咩意思呢？根據 Transport Victoria 嘅資料，其實好簡單。如果地下有畫到線，呢個就係轉線；如果冇畫到線，就係 Submerge。睇下第一個例子，見到地下冇虛線，即係呢個係 Submerge。所以你見到邊個喺前面就邊個有優先權。而喺呢一個例子入面，A 車係優先嘅，而 B 車係需要讓 A 車。相反，第二個例子你見到地下有虛線，即係當呢個係轉線咁樣處理，要打燈同埋讓本身喺條線入面嘅車，等安全情況下先至出去。理解咗個原理之後，等我實戰俾大家睇下。我哋而家揸緊呢條路，其實一早已經見到前面係 Form 1 Lane 同埋有虛線，即係頭先講嘅第二個例子。呢個時候我即刻望一望右邊鏡，見到右邊有架車，所以我打燈話俾佢知我要入去。期間你見到我不斷做 head check，同埋 check 下佢究竟會唔會加速上嚟。我見到佢冇加速上嚟，我哋就可以慢慢 cut 出去。其實你見到個牌嘅時候已經去到條線嘅最末端，所以我哋要提早準備，避免自己出現手忙腳亂嘅情況。記住今日重點，冇虛線等於睇前後，邊個喺前面就邊個先，有虛線就當係轉線咁樣處理，打燈同埋讓本身喺線入面嘅車，安全情況下先出去。今日講到咁多先，需要補鐘同埋學車隨時打呢個電話俾我，我哋下條片見。